當日一出業績，三星跌咗一成，海力士入咗美股啦，發行價啦就149美元，最終收盤啦升咗12%啦。我認為大概漲幅應該大概喺15%附近係合理嘅。海力士啦，咁就上咗啦，係咪先？咁啊，應該大家都好關心啦。嗱，海力士終於入咗美股啦，咁啊上咗美股嘅一個掛牌啦。咁嗱，所以咧今日啦，亦都會同大家做一個評論區嘅互動啦。咁就係嗱，你琴晚有冇去參與到海力士嘅一個交易咧？咁琴晚就發行價啦，咁就149美元啦。咁就最終收盤啦，咁就168美元嘅，咁就都升咗12%啦。咁啊，唔知大家有冇幸咁啊參與到美股嘅 ADR 嘅一個海力士嘅股票啦？咁定還是你已經持有緊香港嘅2倍做多海力士啦，7709啦，係咪先？咁啊，其實之前都有同大家講過一啲海力士7709嘅一啲狀況啦嚇，前2週其實都一直有講，所以啊，大家可以做個投票就係嗱 A 咁啊兩面都有部署，咁 B 就係自己買咗其中一隻啦，可能琴日買咗美股啦，或者之前已經持有2倍做到海力士啦，咁但係 C 就一股都冇，咁我覺得可能幾睇啊嘛，都未係仲未調整完咁樣。OK 咁啊嗱，今日咧我哋會帶俾大家3個嘅焦點啦，第一個就當然頭先講嘅一個記憶體嘅一個超級周期啦。咁啊，無非就海力士啦、美光啊呢啲咁嘅板塊啦。咁第二個就係而家嘅一個科技股嘅一個做嘅一個策略啦。究竟我哋應該要點做咧？咁究竟仲有冇行情繼續往上走咧？定係已經調整完就跌咗落去咧？好啦，咁第三個啦，咁就係對於港股啦，嗱6月份咁啊大跌啦，恒指啊各種港股啊，咁而家嗱7月份嚟到啦。咁啊2個禮拜咁其實都升咗有1成有多啦。咁例如恒生啊，或者甚至今個禮拜最關注嘅阿里巴巴啊，嗱當日星期三啦大漲咗1成上嚟啦。咁所以就係究竟阿里巴巴或者港股會唔會繼續有新嘅行情繼續行落去咧？咁所以嗱，今晚記得唔好走開，咁就留意住啦。好啦，咁我哋先講下美股方面啦。嗱，我哋可以睇下納斯達克指數啦，而家咁其實今個禮拜嘅納斯達克指數咧都係一個相對於係一個震盪嘅行情啦。咁就盤中上上落落啦。咁但係咧嗱，其實喺海力士上市呢個節奏啦，其實我會見到咧，同當時嘅 Space 上市咧，亦都相當之似嘅。咁成個劇本咧都係上市前嘅可能個零禮拜咁啊，開始機構各種嘅劇本去打壓佢嘅股價啦，甚至打壓成個板塊嘅股價啦。咁例如啦，我哋當時Space 上之前啦，咁就博通啦，咁就出業績啦，亦都係業績非常之好。咁但係市場唔認可，咁啊當日大跌，引起成個科技股板塊大跌啦。咁今次海力士亦都係嗱三星出業績啦，嗱非常之勁嘅業績。爆炸性業績咁，但係哇，當日一出業績，三星跌咗1成，咁啊帶起成個記憶體板塊啦，甚至成個晶片股嘅板塊啦，都係大跌嘅。咁連日其實從半導體嚟講啦，美股半導體啦，咁就都高低位跌咗都有差唔多2成啦。咁如果係講記憶體，或者美光啊一啲高位落嚟跌咗3成嘅，咁連韓國嗰邊啦，咁就海力士啊、三星啊，其實高位殺落嚟都有2成嘅，甚至韓國指數一度就跌破2成，咁啊有進入咗一個技術性熊市嘅一個咁嘅節奏嘅。咁所以就係嗱，而家海力士亦都係咁嘅劇本啦。嗱，上咗之後啦，嗱同當時 Space 又係上嘅前1個禮拜咁啊，各種嘅鬼故事啦，亦都係嗱美伊啦又開始動盪啦，而家又係美伊動盪啦，咁亦都令大家恐慌情緒又出嚟啦。咁跟住聯儲局啦嘅加息嘅預期啦，亦都係令大家恐慌，令到市場震一震啦。咁而家真係海力士琴晚就上咗啦，咁會唔會話下禮拜開始咁探底回升，繼續要往上走咧？咁嗱。之前King Sir 都有俾咗上禮拜啦，咁其實 King Sir 都俾咗一個睇法啦。咁嗱，今個禮拜咁 King Sir 又會有冇最新嘅睇法去改變你之前嘅一個諗法咧？好啦，各位晚上好啊！歷史唔會重複，但真係會驚人咁相似嘅。咁啊，上次我哋講完個情況之後咧，其實市場喺過去嘅呢一週咧，有好多嘅發展標的同埋我哋當其時嘅評論咧，其實都
契合度極高嘅。咁啊，關於海力士咧，咁海力士其實我覺得就要講嘅話，就有簡單講講，同埋有詳細嘅思路，一個產業鏈嘅思路。大家係想聽邊個版本咧？咁啊，呢個位置可以投票嘅。咁呢度我就講之前，我就想問問子玲，海力士同埋三星，同埋國內最大嘅嗰個叫做長鑫，呢三間公司喺行業不同嘅定位當中咧，子玲你知唔知佢哋最大嘅分別係乜嘢？咁海力士冇就當然係 HBM 嘅一個龍頭啦，咁啊佔咗市場其實而家都50%幾嘅一個份額啦。咁三星就可以講係暫時老二啦。咁至於長鑫嘅咁，其實都更加多係做一啲記憶體嘅嘢比較多，即係佢冇基本上冇零嘅一個HBM 嘅一個份額嘅。咁但係而家就聽聞話研發緊啦，咁但係佢可能會更加影響消費級嘅記憶體嘅一個份額啦。佢哋各自都係細分行業嘅龍頭。咁如果喺海力士當中咧，佢嘅 HBM 嘅嗰個產能咧，佢而家係佔全球57%嘅產能。仲有佢本身係英偉達新一代嘅呢個 CPU 當中咧，有70%嘅一個叫做關於 HBM4嘅嗰個關鍵嘅訂單，都係由海力士提供嘅，佔70%。所以佢喺一啲細分領域當中咧，佢係代表住成個領域當中嘅絕對嘅趨勢，同埋絕對嘅產業周期嘅一個預期。咁點解個標的上市股牽動咁多人嘅關注咧？因為其實而家成個存儲嘅大周期咧，都仲係喺超級牛市當中。咁成日從基本面嘅角度咧，我依然同大家講，基本面工廠訂單已經係排到去27年明年年底㗎啦。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其實大家對於個股票嘅嗰個公司啦嚇，對於公司嘅盈利水平咧，其實係非常之唔需要擔心，同埋非常之叫做喺接住落嚟一段較長嘅時間係確定嘅。問題係咩咧？問題係股票價格咧，佢唔係賣緊而家嘅價，股票價格係賣緊明年嘅價格。咁所以，但凡會影響明年之後嘅預期嘅所有嘅一切咧，都會容易令到股價咧會闊幅震盪，甚至乎會提前喺一啲叫做啱先講到嘅階段利好，可能又會點解會跌啦？階段利好好似應該要漲嘅情況下，點解會跌啦？呢啲都係關於對成個行業同埋成個超級周期當中嘅一個好關鍵嘅變化嘅。舉個例子，產能嘅擴張咧，其實就會導致到後期嘅一個叫做出貨量會增加，出貨量增加咧，價格必然會下跌。價格即使唔會下跌得好快，但係對於個毛利率啦或者各方面嘅嗰個叫做財務上嘅一個叫做指標咧，又會變化得好大。所以市場喺呢一段時間點解個爭持會咁激烈？其實喺上市前嘅前晚琴晚啦嚇，上市前嘅一晚，我哋喺上市前嘅2個小時，我都對海力士合理估價大概做咗個評估，我認為大概個漲幅應該大概喺15%附近係合理嘅。咁但係如果超過咗嘅情況下咧，就好似我哋當時嗰隻叫咩公司啊？一時間忘記咗，嗰隻叫 CBS。當時我哋認為區間性漲幅30%合理，超50%，我認為時間不是估價嘅朋友。咁今次海力士會唔會又係好似咁樣嘅如出一台戲咧？咁我認為其實從長期而言咧，我認為仲係我個人仲係比較睇好嘅，因為基本面仲係喺呢個位置係明顯咁樣處於獲利嘅峰值。咁但係短期咧，我覺得其實佢短期呢個位置，我認為偏高咗少少。但凡如果個價錢漲幅超過15%以上，我已經認為係漲幅超過一個叫做合理嘅情緒裏邊。咁但凡如果個價格假如接近$180附近咧，我覺得可能短期可以考慮做空。所以其實呢一個都係對於基本面加技術面當中嘅一個比較大嘅一個叫做需要到理清嘅一個思路。係啦，咁嗱，琴晚啦，咁就海力士正式上啦，咁就用咗個臨時代碼嘅，咁啊，因為就係佢嘅手續未搞齊啦，咁啊，禮拜一就會用翻正式嘅代碼 SKHY 啦。嗱，咁琴日就開市價啦，咁就$170啦，咁啊收就收168，咁啊升咗12%啦。咁但係呢度啦，我又有一個問題啦，想問下 King Sir 啦，咁就嗱，首先咧，海力士嘅定價啦，咁就由禮拜四嘅韓股正股嘅一個收盤價去定嘅，咁就其實就相對韓股禮拜四嘅收盤價咧，其實係稍微有大概4%嘅一個溢價啦。咁但係嗱，禮拜五咧，韓股係微微咁跌緊0.2啦。咁但係哇，美股一上又點解可以升到1成幾個溢價出嚟咧？
點解又唔係話啊跟住韓股啊？當日韓股跌喎，咁應該照道理情緒應該差啲喎，咁又跟跌咧？首先，韓股呢段時間係熊市，呢段時間嘅情緒期啊，大家都已經係從前段時間搏命追漲咧，呢段時間就逢反彈都會出貨，市場心態有啲唔一樣。美股嘅定價咧，我幾時都認為係比較合理嘅，即係無論係牛市同熊市過程當中咧，佢只要間公司係真正提供到為市場、為投資者提供到真實嘅盈利水平，係真實嘅生意業績係真係好嘅，佢幾時個評估嘅合理性咧？其實我認為美股係真係喺呢方面係好優秀嘅，所以我覺得其實佢開出嚟個價錢咧係符合各方嘅一個叫做綜合預判嘅一個水平。咁再加上其實佢而家海力士佢嘅 Q2或者係預期下季度嘅 Q3，唔使去考慮嘅業績都係非常之好嚇，非常之紮實，長期邏輯非常之紮實。唯一需要擔心嘅就係呢段時間嘅嗰個叫做短期漲幅，特別是係首日漲幅咧，其實唔好後邊太快，因為正常嚟講佢嘅合理漲幅應該係喺5到15個點區間係比較合理嘅，所以短期我覺得，特別是係比如而家上市後嘅短期半個月或者係成個7月份，我更偏向於就係未來呢一個月都係喺度震盪消化為主。咁如果你話要有興趣關注嘅投資人啦，或者係我哋嘅朋友同學啊，我會更偏向於就係等佢再回一回，回翻落去個位置要稍為合理少少，比如按照個招股價149美元，漲幅大概5個點附近，我覺得先係一個比較好嘅一個低級嘅買點。